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5月份是母亲的节日，我们听到很多人在演唱、在传唱将会的这首《落雨声》啊，我们也教唱《落雨声》这首歌。今天岳云老师就来针对这首歌大家演唱之后的这个需要再讨论、再分析、再解释一下的地方，来跟大家进行探讨。首先就是这个主歌、那边落歌、那边下歌的所在，来我们听一下音乐啊。原本呢，我在 YouTube 的频道里面的教唱，我几乎很少使用音乐，但是我们要讲前奏嘛，没有讲到没有下音乐，怎么说呢？来，我们来吧，来，各位，你听到了哈？这是将会的前奏啊。那前奏呢，我们要下歌，我们要唱“落雨声”这3个字呢，请大家要注意啊，一定要很有把握的下歌啊，不然呢，落雨声那个怪怪的，这是怎么样？很心虚。我靠，会到底是不是落雨声啊？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不会吧？你听到落雨声，那你要唱这3个字，请有把握，请把它练熟一点。这个前奏听，再听，再听，听后写，抓到那个正确的点，给他下歌，要有把握一点啊，听熟，然后下歌啊，那就不要呢流于呢你下歌的时候很心虚。来，我们再来听一次，来准备。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对，我们在这里下歌的时候呢，你要唱落雨声很有把握的就给它唱出去，然后呢，再继续往下面走不要呢这个犹豫不决也唔通唔敢出声，落雨声虽然不小声。不是很大声，但是也要有把握，肯定的好吗？来，有好的这个起头，才会有好的结束啦。那你一开始就很心虚，当然不行。来，再来一次，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在教室的时候我说过，这首歌呢，落雨声，亲像一条歌，那个歌是这一句最高音的地方，对不对？请把你的这个颧骨呢提上来，请用力的微笑让你的声音往楼上去。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想知影转音请带进来，想知影阮我头唔敢听儿，异乡的我也是有转音，对不对？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寒转音。滑音拉多，请带进来。小无嘅，小无嘅雨声，对阮心肝，对阮，后边佫2个转音。小无嘅雨声，对阮心肝。再来，我们要唱第2段人孤单。人孤单这个地方呢，我们未来反复的时候，这里人孤单的前面有个反复记号，所以我们唱到后面反复的时候呢，不是从落雨声开始，而是人孤单来。小个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二三飞飞行，敢讲是阮的命儿停，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来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人孤单像长失的鸟只，
飞飞行，请把转音带进来。敢讲是阮的命，敢有转音，要滑音 ，remi， 而且它是个闭口音，请要注意。飞飞行，敢讲是阮的命？停半拍来，故乡的山，山，请务必要把它滑音滑进来。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徛伫遐啊，站在那里啊，遐啊，不是徛伫遮。徛伫家是站在这里啊，故乡的山永远都站在那里，不是这里啊。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正只有讲互山来听。停停，大家有听到吗？我在唱这个，阮的心情只有讲互山，我有收回来这个 re 山哆 re， 哆山后面这个 re 我有收回来，然后呢，我在这里趁机来听的前面呢，山跟来听前面我偷偷换一点点气，你换一点点气很轻，但是就足够把它唱完。如果你没有换气，你这里可能不够啊，你的气不够把它唱完啊。来，我们从故乡的山来。故乡的山要注意，前半拍要怎么样？休息半拍来。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正只有讲互山。山，我收回来，对不对？然后趁机换一点点气来。阮的心正只有讲互山来听。停停，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同学问我说：“老师，那些无，我这个前面还有2个哆瑞啊，对啊，无变化，你去听江蕙就是这样唱的，他这里是这样无变化啊，来，所以呢，我们唱歌第一个就是要听熟，学习啊，多听多练习，然后再来呢就是模仿，原唱的这个歌手他怎么唱的，他怎么诠释这首歌，哪里大声哪里小声，甚至于我们听到他哪里换气啊，哪里有转音，这都是我们模仿的方式啊，模仿的方向之一啊，巨细无遗的模仿你唱得很熟之后啊，那就变成你自己的啦啊，你口袋里面的技巧啦，那你就把它拿出来用。那这当然唱到最后，你有可能唱的会跟江蕙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一开始都是在模仿，我们模仿他哪里转音，哪里滑音，哪里收回来，哪里放出去啊，甚至于哪里有转音，对不对啊？所以要模仿啊，哪里换气啊，这都很重要。来到故乡的海花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很不好意思啊，因为老师可能年纪有了，所以我唱这个长长的音的时候都会流于有抖音啊，我也有 hold 住呢，但是表示我的气不稳定啊，唱的不够好，很抱歉污染了你的视听。不过我想要告诉你，这里呢，你若问阮心肝着疼，阮心肝着疼，心肝在心肝的这个肝有一拍，而且它有肝，它有转音啊，它有滑音，从拉滑到哆。我在这个心肝的肝的后面呢，比照我们刚刚说呢，阮的心情只有讲互山
来听后边来听的头前这里我换了气哦，我补充了气，所以才够我把来听唱完。这边你若问阮心肝啊一样，我也有补充着听啊，你才会当唱后边这么长，对不对？来，咱来试看卖。当初你开来，当初你开是为啥？你若问阮心肝着听。停啊，停，而且要大口吸气来。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好呀。来，我唱这个你若要，我都加了力度。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好呀。世间有啊不少的囡仔，上好命。嘿，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这首歌的长长的这个后面啊，这个后呀还有呢为着啥啊，这个碰到长音的地方呢，我都尽量的把声音这个颧骨呢抬上来，嘴巴上扬。嘴巴张开，怎么样？让声音往头上去，免得怎么样？免得它不够高，会很容易掉下来啊。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好呀。哎，这个嘴巴要张开哦，这个下巴往下面拉，嘴巴张开，让声音往头上去。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好呀。世间有啊不少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唔通担心讲要来接母大，母已经无伫遐。停停停停，当叮当，哎，又进入间奏。间奏8小节之后呢，就要反复。反复我们刚刚说过在哪里？跟落雨声一样哦，这个一定要有把握的下歌。所以这一个地方的间奏，你要去把它听得很熟很熟，写个超回答啊，那可以有把握的，准准的让歌单嘛，不是人歌单，人只有收一个音不对，人歌单，哎，有注意到吗？人歌单，再一次，人歌单，不要人歌单，安尼想错了啊！人这个字怎么念？读读看，人歌单，对吗？人歌单，人有没有发现是2个音呢？所以你唱的时候，唱歌就是说话的延续。既然要延续唱歌，延续说话，那所以要跟唱的跟说的一样，对。那你说怎么说？人孤单，人孤单，那唱是不是要唱人孤单，人孤单，人孤单？对，要把华音唱出来，就不会人孤单啊。来，等我一下下，哎，请大家刚才请大家等我一下，就是怎么样？我要把我的那个音乐拿出来让大家听，要进入蓝勾端的这个间奏怎么样？哎，来大家注意听，哎，间奏在下呢，你要跟着哼，免得等一下呢抓不到 key 要下歌。哒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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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准备好来。人孤单，像长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当当来到故乡的海岸，
来，再等我一下。嗨，大家好，好久没有看到岳云老师的真面目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会切到这个画面呢哈？我的电脑哈的那个解析度不够，所以呢这一段我就用手机来录，然后再把它贴到我的影片啊，我的影片是用 OBS 做的哈，然后再贴到影片的中间，让大家来看什么？看我的嘴型啊！我刚刚有讲说这首歌哈有长长的音的地方，我们要记得把这个颧骨抬上来啊！你颧骨没有抬上来呢，难过多可能会掉下来啊！这个我常常在教室里面讲，这个就很像我射纸飞机。本来我想射给第3排，结果那个纸飞机怎么样？纸飞机没有动力嘛，所以我一射呢，到了第1排，才到第1排的同学的位置，那个飞机就下来啦，就坠机啦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动力。所以我们唱歌也是一样，我想把我的声音送给前面第3排，结果因为我没有支撑呢，唱到第1排他就听不见了啊！那我要这个声音，这个高音呢，要支撑4拍，因为我没有核心没有 hold 住，这个声音没有上去，没有上头颈去，你可能唱得不够高。好，来，我们来唱一下，来，故乡的山来，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往楼上去，遐，我有上去，对不对？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正只有讲予山来听山。我赶快换一点气。阮的心正只有讲予山来听。停，来到故乡要上去贡丸啊！这2颗我都叫它是贡丸，要把贡丸拿起来，煮熟呢，贡丸就会浮起来哦。这个嘴巴要上翘起来哦，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再来一次，一定要你碰到高音长音的地方一定要上去，你没有上去，你掉下来一点点，你自己不觉得啊？别人听了就很清楚呢，而且这个你在做这一方面的练习的时候，我建议要用手机来帮忙，你用手机把它录下来，来听听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掉下来啊？别人跟你说，岳云，你刚刚掉下来，好有吗？你还怀疑呢？真的，有这个录音为证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手机呢，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就是很棒的，帮助我们进步再进步的工具之一。好，来，这个拍谁了哈？这也无化妆面拢是豆啊哈，个雀斑啊的拍谁污染大家的视听。来，我们再切换到课本的画面上啊，来。好，来，我们再来继续。来到故乡的海花来到故乡的海花。贡丸要上去，声音要往头上去，对不对？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上去。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心肝。就听，你那要大口吸气呀、有听到我吸气的声音，换气声音好大吗？你那问阮心肝就听，换气。你若要有好时段，免等好夜。世间有阿有少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拼输赢。我这个地方呢，模仿那个这个 Enga 的方式呢，声音压下来哈。这个其实这个
变输是拉啊，赢是收，其实因这个没有差，落差没有很大，但是我为了要表现，要展示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我又把它压下来一下哈。来，我们从上面这一句来唱来。出社会来，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赢。我低下去，可是低下去，同学你要低下去的时候哈，你要这个声音要压，模仿 N 啊这样子要压下去，这个之后你要需要什么？需要你的喉心要 hold 住哦，而且气要多一点啊，气要多一点呢。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赢赢，咪嗦这个咪要唱出来，拼输赢啊的那这个压气哈，这个方式这个表现呢就没办法表演了，对不对？来再来一次来，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为着啥？为着啥？在这边呢，我短短的、硬硬的换那个怎么换一口气？为什么？我要表达我的情绪，为着啥？自己怎样啊？我是想要这样的表现我的情绪的，所以当然我这里也看不到，我也问不到江蕙，你唱这里的时候，你是想怎么样表演？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个人练熟了之后，我是用我的方式，我是这样唱的，跟大家分享啊。那如果有机会，你可以问到江蕙，你也可以问他这里他都怎么表演啊？那他都这样平平的唱吗？当然不是，他一定有他的情绪，只是我们没办法问他。那现在我跟你报告，我的情绪是这样，为着啥？我就讲为着啥？自己怎样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那就像我跟你讲，为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看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好像在演讲、在朗读一样，我把我的情绪表现出来。来，为着啥？我这里还紧急，其实我气还够，对不对？可是我为什么要换气？因为我觉得我要把我的情绪表现出来。为着啥？自己知影，知影，知影。这三个字呢都有滑音，请要把它唱出来啊！这是我的诠释方式。当然，将会是不是这样，也是留待你有机会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来问他了啊！来，为着啥自己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免等好夜。送去世间有阿不孝的囡仔，上好命。送去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停，这个遐要唱6拍，还要再停半拍，停很长，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 hold 住啊，第一免得都不够高掉下来，第二你才够长哦，而且才不会像岳云老师那个气不稳定，你抖啊，这个好心的这些这个我们这个网站上我们频道上的好朋友呢提醒我很多次了，老师你抖太多不好，我知道，但是不好意思，可能我年纪大了哈我的气不够，那我也有很努力的在改进啊。不好意思，请大家给我一点改善的空间跟时间，让我继续努力，来让自己不要抖得这么严重。一定经过我们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来，阿母啊，已经无伫遐，顶口出声，无人惜命命。为了要唱后边这个命命这么长，那你一定要大大的吸气啊！但是我又不想透过麦克风给大家听到我大大的吸气，那怎么办？要快速，要短。对，口出声，
无人惜命命。哎，这样就结束了啊！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这个落雨声啊，大家在演唱过后呢哈啊，这个有一些小地方啊小细节要注意哈。另外就是换气的地方，再有就是落雨声，哎，下歌的地方一定要有把握，不要虚虚的落雨声。声声，哎，落雨声啊，这个说落雨声，我没有让它平平的，我让它声一样，要声音要上去，你不上去就会掉下来啊。这个不进则退啊，这个声音不够高就会掉下来，对不对？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歌要3拍，我都让它上去。我想知影，我也有上去，阮额头唔敢听上去，异乡的我呢咪嗦当然要上去啦，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上去上去上去，哎，这首歌呢，哈，在我们练习的当中呢，就是一直在上去上去上去，要记得啊，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慢慢的练习，一句一句练啊，哎，我常常都是一行练好，再练下一行。啊，不要整首歌一直唱。其实有些地方你唱得很不错，可是有些地方就是唱不好。结果唱不好的那一句呢，跟着大家整个的唱，你没有重复练习。我不会用这种方法浪费时间，我把唱不好的那一句重复来练啊。比如说落雨声，哪亲像这首歌，一条歌，这句唱不好，我这句唱，哎，跟后面的连起来啊，哎。哎，这样后面的唱好了，前面还是不行，又把前面第一句唱了，又连第二句哦，我就会这样跟别人一起连，不要同一句一直练一直练，就觉得好累啊、哦。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开心啊，把它录下来听，听到自己有进步啊，你有成就感就开心了，有开心就是我们练唱的动力。OK，今天这首呢，母亲节的歌曲《落雨声》。感谢江蕙啊，感谢方文山，感谢周杰伦啊，三个人结合啊，创作这么好的歌曲，让我们来学习模仿哦，让我们来欣赏。这是落雨声，今天都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